逛一逛三义，你会感受到当地的文化及历史被努力的保存，另外还能被一股浓浓的艺术气息感染。很多在地人透过创作将艺术融入生活，同时也把生活给艺术化了哦。你好。哎，民主，喏。你别用手乱讲。係啊，也都貼喺本人行哦嚟到哦，然後帶可以本地老語客製化。真嘅，而且也有懂優秀啊。對，也向廠家同到小朋友也嚟來哈，要做下啲寫筆嘅啊，哈，要麼可以做一條示範的話。 我也得做當漿的顏色啊，哈，也得啊。我要係啲當貼牌的東西，到一般人啊嘅油廠工作室嘅冇用，用潮色嘅，將入面隻東西哈，叫做當貼牌，冇法多少都特質同樣嘅。大家就是黑皮某嘅獨一無二的。對，但係你要想自己自開嘛。 做得做一隻自家嘅筆，自己做的帶轉衣哦。好誒，啱哥等啥咩呢？ 不是2禮拜到3禮拜，你那個如果嚟帶上衣咧，阿媽可以同樣用機，用栽培啊，就機上衣呢。好啊，好，等下可以看下嚟哈。做一張誒，自家嘅筆哈。對。如果想來體驗手拉胚，除了杯子之外，你也可以做成飯碗或是花瓶，不過就要看看你的手夠不夠巧了。這樣子嗎？ 現在我已經要收口了，對不對？對。收口的地方，哇！我想到來這邊做一隻自家嘅筆耶。厲害啊！哈！而且要懂有耐心哦。我嫌講得當天哦。我那種懂問聽啊呢，這樣有辦法做得出來。哎呀！雖然我以前也做過手拉胚，但是這個真的很有難度。好險有老闆在，一雙巧手輕輕鬆鬆整住了我的筆耶。好了，也給完成呢，做一張自家嘅筆耶。哦，因為還有愛心哦。對啊，這個要送給粉絲朋友。哦，真的哈。這是一個很棒的旅行的紀念呢。雖然沒有天分，但是我已經盡力了。不過，做一張自家嘅筆耶還是蠻有趣的哦。